唉，廣告都有話啦，贏咗場交，輸咗個家，值得咩？睇嚟呢班藝人真係要好好愛惜自己嘅屋企人先得啦。婚姻觸礁，吳建豪隔空與老婆罵戰。13年，吳建豪同新加坡有米女友石晶善結婚，以為佢哋永結同心，白頭到老啦。點知舊年佢哋多次喺 IG 隔空罵戰。今年年初，吳太仲暗示呢段婚姻要拜拜啊，搞到兩公婆分辨啊。佢哋三個就有傳另一半有第三者破壞夫妻感情，好似諸葛紫棋咁啊，有傳佢老公薛嘉倫婚後不甘寂寞，成日夜蒲。黃聖依個老公楊紫呢，早前就被影到疑似同空姐張雨希拖手遊拉撒，繼而傳出分辨嘅消息啊。魏俊傑都一樣啊，佢個重慶戀妻張麗華舊年被指密會前港隊單車手鄧宏業，婚姻出現第三者，唔嗌交就奇啦。好彩最後佢哋都冇事咋。